在新北市有一个老母，前几天下年暝的时阵，伊抱伊一岁后生真向公撞入去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发救人，因为因囝那亲像一两去夹着，地势休克。值班的警察看到这个情形，是随甲这个囡仔做 CPR， 差不多10秒钟了后，这个囡仔开始有出声，落尾手总算是确定伊有喘气，嘛有心跳啊。有一个老母抱着伊的囡仔冲入去派出所发救人，因为伊一岁后生突然间无喘气，希望警察斗相共救。值班的警察连续做10秒钟的 CPR 急救，婴仔才哭出声。代志发生伫咧去年12月31日跨年的下午5点外，一个老母伫咧饲囡的时阵，一岁后生敢若是去砸着，突然间规身躯电鼓鼓，嘴唇变乌。做老母的正着急，找无病，赶紧走去新北市海山分局新海派出所发救人。经过急救，医护人员到位给送病院，已经救大。他原先是有发烧嘛，然后后来在喝奶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因为发烧那个热痉挛，他就是全身抽搐，然后眼神上吊。我们每年都会有那个 CPR 跟 AED 的那个常训啊，就会叫我们去练习操作这样子。医生讲，囡仔发生休克的原因真多，譬如讲严重的感染，或者是呼吸道去砸着。所以大人若看到囡仔走脚正大力，或者是喘气未顺，就要特别注意。正在休克的小朋友，他意识状况开始会变得比较不好，然后同时他的呼吸跟心跳可能开始会变得比较混乱一点，所以一开始在不太对劲的时候，其实应该赶快送医。医生提醒家长，一岁以下囡仔若发生砸到的情形，会当用搭家只边啊，持胸卡的方式，和砸到的物件吐出来。若一岁以上的囡仔，就会当用哈姆立克急救法。要果若是囡仔砸到已经无喘气，或者是规人拢昏去的时阵，就要赶紧用婴仔的 CPR， 才袂因为长时间无喘气，造成脑部受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